像對到好一個木偶，學人去踏步，將人耳目，做最好一生會追逐步，完成樹木，或一線路，自我復修，機關格式都有路線圖，會做到周身刀，對着信號會照做。做就是正常，跟資料輸出電量就是慣常，但是抱養運用加速轉向，市場過濾發射是誇張，能量變重量，另類當漂亮，特異的音量要鏗鏘入無空場。做奇怪事，跳躍放肆，念念如像有時，喐一喐手指變成趨勢，咬牙切齒，亂玩手指，被你目光自轉學思，縱使亂天志。有病向千中醫，而法術無法救治。失笑中失控新表示，黑夜中一個失數而沒意義。自認真出事，萬人力世日子，暴露空空也是懷疑原來故事，暴露盡是。